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跟许多人充满了一些的不安，但是我们依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享受主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愿主的平安，特别是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已经有确诊那我们恳求神赐给他们平安。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真平安，我今赐给你。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平安在你心，真平安我今是给你。真平安，真平安我今是给你。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平安在我心，真平安在我心，在我心。真平安主今是给我。真是爱我今是给你。真是爱是世界不能给。真是爱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是爱在你心，在你心。真是爱我今是给你。真是爱我今是给你。真是爱是世界不能给。真是爱是世界不能真明白。真是爱在我心，在我心。真是爱主今是给我，今是给我。弟兄姐妹，我们来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也祈求主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先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遵从他。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弟兄姐妹，我们来赞美感谢这位上主，他是救恩给我们力量，他是我的神。是你的神吗？你宣告说：主，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也是永生盼望的恩典的主那我们恳求神来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愿意信靠他，遵从他，承认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邀请大家开你的口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也祈求主的饶恕赦免。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是配得尊崇赞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赐下救恩，赐下平安，赐下你永恒的爱在我们当中。
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这在疫情升温的过程当中，许多人心里充满了不安害怕。我们有很多一些弟兄姐妹在病痛的当中，求你施出你的平安、你的盼望在他们身上，也靠着主你加给他们力量，能够很快度过这个艰困的时候，你来赐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在这样的一个全球恐慌、疫病蔓延的时候，主你依然将你的平安、你的爱赏赐在我们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来这边，能够敬拜赞美你，不管是透过实体或者是线上。求你施恩赐福，让我们拥有你的平安，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赐下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盼望。特别在这艰困的日子里面。主，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面对我们所处的困境。特别将一些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帮助他们度过目前的情况、目前的困境。愿你来施恩赐福，也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开口来向你祈求认罪的时候，主，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必临到祈求渴慕你同在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恳求主的医治祷告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必垂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弟兄姐妹，我们来为这些灵魂体需要神的同在、医治、释放的我们有几位的同工弟兄姐妹也确诊那在家中休息愿主来医治他们牧师早上也是起来筛一下感谢主，这2次都是阴性那没有受到这一些的影响不然刘牧师很担心那我们的黄牧已经确诊了，所以恳求神来帮助医治。在婚姻感情产业，那在工作事业上面，特别是最近这些孩子会考，那我们恳求神的智慧可能他们知道敬畏这位主那他们有美好的关系。我们邀请主在我们的灵、思想、情感以至身体来掌权做主我们将我们的忧虑卸给主，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疫病的蔓延的时代那我们恳求神来真的施恩赐福，保守看顾让我们真的平安度过这一波的疫情我们恳求主来帮助如果我们在座有需要被祝福祷告的，我们也可以站立起来，或者是坐着线上的弟兄姐妹不舒服的，我们按手在你不舒服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这位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主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祷告。你如果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我们开口同声的祷告如果我们一起来祷告，经历神的医治。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特别是在这些确诊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啊，你医治的大能就充满在他们身上。主啊，他们不舒服的，特别是在他们的肺部，奉耶稣的名医治的大能保护看顾，让他们不会过多的受损能够恢复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体能，还有他们的肺部、他们的器官。主，求你医治、保守、看顾、赐福，主啊，让他们身心也很快的得到健壮。担心害怕的主，你的平安就与他们同在。主，奉你名来祝福愿你医治的大能就充满在他们身上。奉你名，
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时代，你依然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医治者。主，你的医治充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特别是在这些确诊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被隔离，他们孤单，他们身体有这样软弱的时候，奉主的名，你医治的大能就充满在他们身上。当他们现在按手在他们的病痛当中的时候，主，你医治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就充满，你的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奉主的名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奉主的名来释放，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主，谢谢你，你与他们同在，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主，我们的好处真的不在你以外，我们寻求别的神，我们愁苦必加增。愿你来施恩赐福，特别是透过这一些的会考，让这一些的年轻人知道敬畏你，才能够知道得着他们应有的智慧。愿你施恩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要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里面有提到2个安息哦，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不安的时代哈，那我们能够来亲近主哦，在这样的主日当中享受主的同在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的害怕。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牧者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特别为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有这样美好的关系哦，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其实今天哦，早晨我不知道你们家人之声听了没有，单独会主了没有哦？那今天透过以赛亚的这样经文哦，之后在这黑暗的时代，神的光怎样照亮在我们当中哦？那今天我要早晨起来哦，就挣扎一下，要快赛的时候就祷告哦。又看到今天早晨的经文哦，感谢主哦。那出来的一条线，不然你知道我就不能站在这里哦，影响多大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真的要随时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神就预备安排。那我们也为了神学院玉山神学院的事工今天我们来为他们来奉献。我们当中也于景福教授在我们当中，我的学长哦。那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让玉山神学院的事工经费他们这一些的教育教导都能够很顺利，神来供应。我们也为了本周小组的总聚我们也透过巴正老师在线上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管理怎么解决冲突。我们恳求主来帮助，让这些同工能够学习如何带领小组。那我们也为了传道部的祷告，来求主赐福，让我们部长带领这部员。那特别是在所计划的当中，有一项很重要，就是有一个迦南教召令这就是要动员我们对福音的热情成为这样的基督的精兵。我们开始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召令来帮助我们如何明白我们所领受的使命。那我们一起站立，来到主的面前特别为了今天整个礼拜弟兄姐妹，不管是线上的或是实体的，我们依然能够同心来敬拜，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每一个时代你都同在，特别在这个艰困的时代，你与我们同在。在今天你与我们同在，在敬拜当中你与我们同在，在赞美当中你的宝座就设立。谢谢主，谢谢主，你所赐下的圣灵赐给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在今天早晨的敬拜，让我们遇见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景福教授他所分享的，也带来神你的同在，带来神你所要赐福给我们的一切。谢谢主，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太多太多我们可以去经历，赐给我们信心，专注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愿你的荣耀、权柄、能力都充满在你的教会。愿你所赐的圣灵就运行充满在你的教会。当2、3个人奉你名一同聚集，你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同心合的祈求，就没有不能成就的。主，这是你的应许，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掌权，愿你的宝座透过我们的敬拜赞美，就设立在这里。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同在。主，你也要赐给我们有这样福分，在你的里面，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了。让我们用信心大大张口来领受，你就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这时候也要同心用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线上弟兄姊妹，愿你平安，平安。我们知道听命与顺从对我们而言的话，是一个非常难的一门功课。但是我们因着主的爱，我们愿意选择听命与顺从。在哥罗西书3章23节有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无论你现在是哪样的工作职场，或现在什么样的处境，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与心思，全然为你。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下就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永留。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的眼光和心事，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永留。我生命气息。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
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我生命气息。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全心来献上，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全心来献上，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此生爱你不渝。你爱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使我的满足丰盛。主啊，我拿什么来报答？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活。我愿一生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有。我愿一生跟随到底，将你大爱遍传全地。你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使我的满足丰盛。主啊，我拿什么来报答？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活。我一生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有。我愿一生跟随到底，将你大爱遍传全地。唯有此生，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活。我愿一生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有。我愿一生跟随
随到底，将你大爱遍传全地，将你大爱，将你大爱遍传全地。弟兄姐妹，请坐。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主，谢谢你，不管是在高山或者是在低谷，你总是与我们同在。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我们能够信靠你，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
因为不管是顺境或是逆境，你依然用你慈爱的手来牵引我们。在害怕的时候，你应许愿你们平安，愿我们平安。在我们崎岖的道路当中，你指引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牧者，我们信靠你，就不必缺乏。谢谢主，总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足够的资源，为我们预备你的同在。谢谢主，在我们没有方向的时候，你用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再次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引导我们的方向，真理叫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真理叫我们能够得着自由。谢谢主，在今天早晨的敬拜，无论是在实体的、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依然同心来敬拜你。你的赐福一样临到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特别将你的话语能够赏赐在我们当中，赐下圣灵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面，反复思想，直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实践出来，来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赐福。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好，如果没有，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玉山神学院于景福教授今天要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欢迎于景福教授在我们当中好，请坐。他是大我6届了是我的学长但是他现在还是传道因为他主要是音乐系的教授那也出国好几年，那经历好多那今天很高兴来与我们同在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特别为了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来关心代祷还有奉献那请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的奉献来支持这个神学的教育。那我们在进入教会，我们依然来遵守这样的防疫的措施我们可以下载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实体的这样的一个QR code 的扫描不用这个了但是如果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 你在外面你回到家，他会通知你，你今天有没有跟确诊者有接触过你就可以提防或者小心那如果有发现出现这些的发烧、咳嗽等等这些可能相关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感冒或者是有这 COVID-19 我们搞不清楚了那现在也有可以买快筛你就筛一下确认一下那我们恳求神来保守看顾像我们的管理同工坤哥也是昨天晚上也是2条线了所以我们恳求神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那感谢主，因为如果有打3剂其实都症状都不是太严重那如果还没有打完3剂的我们鼓励弟兄姐妹那赶快去施打，这样以后我们生活当中也没有受到一些的限制。好，那我们在周6我们周6、周日的门徒列车我们先暂停一次，因为在疫情的严峻当中，我们来暂停一次好，那我们在庆祝母亲节上个礼拜也有预备这些的纪念礼物。那这个礼拜不知道我们现场的
还没有拿的啊，请可以站立起来哈。上个礼拜拿着，因为我们都有单子了哦。上个礼拜拿着，我们就不用再拿，我们每人一份了哈。2楼的有没有？有有没有拿到的？请站立起来哈。2楼，还没有拿到的，好。我们的那个里面有3样东西哈，有这个袋子啊，让你到户外走走啊，不要群聚了，到那个户外啊，那个拐杖哈，不要一下子就抽出来哦，会就是慢慢转到一个地方，它可以锁紧哈。我看上个礼拜很高兴就那个就脱离了，还要就是不要太大力，它慢慢的转哈。慢慢的松开。好，如果你有拿到礼物的啊，你就可以坐下啊。如果觉得那个颜色不大喜欢，你可以在后面跟同工来换哈。那拿到了就请坐哈，请坐。还有一位是吧？还有一位。那你把那个名字写一下哈，那个单子哈写一下啊，然后交回来，我们可以透过谁有拿谁没拿这样哦。好，那我们祝福这些妈妈们身心灵健壮。那我们线上的奉献可以你们不便来教会的特别在这个本土疫情蔓延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线上的这些的奉献的管道后面还有。好，我们线上你可以扫描 QR code 那在线上奉献至少是100块，因为我们还有一些的这些的手续费那特别是在这疫情不变的世代，我们教会也透过这些奉献的管道来帮助我们那你可以在线上加入会员，或者是在整个这个奉献的方式，我们有好多现在很便利不管是信用卡、Line Pay 还有这个超商等等，都可以透过线上的奉献来帮助大家经历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在这个礼拜2请区长、小组长还有属灵家长你可以带领你的组员，有兴趣的我们可以上 Google Meet 来巴正老师很棒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冲突管理术那特别在我们带小组的时候很受用的，能够帮助我们跟人与人之间这样的一个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好，那因防疫的考量我们的儿童的线上阿嘎佩就到月底我们还是用线上的那每主日的早上10点开始我们延长到5月29那社区在5月18号我们有请廖伟凡，就是之前有那个5等奖的那个主持这个廖伟凡弟兄他来就是分享所以我们可以在线上5月18号10点半到12点，我们可以上 Google Meet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讲座。好，那因为同工有一些的确诊或者是我们预防性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据点我们从5月13号开始一直到5月23号这10天我们暂停10天的活动所以请我们这些长者注意那请我们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因为上个礼拜有同工来就一直咳嗽有一些感冒，我说有没有塞？没有塞，那请你回去休息大家都很惧怕，稍微咳一下，大家都会惧怕所以现在我们真的要祷告求上帝来与我们同在。好，那我们陶家互助社有为了便利我们的服务我们所以在每主日主日的每个月的第1个周日上午9点45到10点45会在士林
一教室为大家来服务那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你就到我们斜对面互助社的办公室那边去缴好，其他的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来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了。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再一次，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了。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特别为了我们的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真无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真无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盼望。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能够认识你，信靠你，是我们这一生中最美最美的祝福。不论我们在高山或在低谷，相信你会永远与我们同行。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你，唯有此生爱你不渝。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为你而活，而且要一生跟随你到底，成为福音的代言人。在此献上我们的金钱，为主圣工所用，愿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坐下前彼此来祝说：愿主赐福你平安，愿主赐福你平安。请坐。我们这时候要请我们于景福教授带领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跟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12章28到34节。马可福音
第12章28到34节。有一个经学教师听见他们的辩论，觉得耶稣给撒都该人的回答很好，就上来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耶稣回答：第一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情、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第二是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没有其他的诫命比这更重要的了。那里经学教师对耶稣说：“老师，你说的对，正像你所说的，上帝是唯一的，他以外没有别的。以全心、全意、全力爱上帝，又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这比在祭坛上献烧化祭和其他的祭物给上帝重要得多了。”耶稣看出他的回答蛮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也是我们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无论是线上，无论是现场，凡求靠主你名的人都蒙得福。今天我们要透过马可福音，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让我们再次来思考，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求主你的恩典的慈爱，你的圣灵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Amen。各位弟兄姐妹，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玉山神学院在这里来请安，来分享上帝的信息。我们感谢弟兄姐妹从过去到现在对我们玉山神学院的支持奉献。那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信仰生命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们知道，不管是谁，在我们这一生中啊，都有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我们来想一想，如果说投资客，你觉得他会觉得什么最重要？投资客最重要是什么？金钱呐。那经商的人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事业最重要。那政府官员呢？他觉得什么最重要？地位最重要。那政治人物觉得是怎么样？名望最重要。那教授呢？教授觉得最重要是什么？学术最重要。那妈妈呢？各位弟兄姐，下面应该有妈妈嘛？妈妈觉得最重要是什么？家庭最重要。那老人呢？啊，我已经是老人了啊。老人觉得最重要是什么？健康最重要。那年轻人觉得呢？爱情最重要了哈。啊，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阶段，你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在说明什么？其实呢，人生就是一种选择啊。问题是，你选择的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吗？好，现在呢，我要请大家来，这个大的哦，对不起。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哈，让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家发生了火灾，如果时间还来得及，我要请问你，你会先抢救什么？你会先救什么？什么东西是你非拿不可的财物？大家想一想，
是存折吗？存折跟印章，因为你里面好多钱啊。还是你的地契、黄金，还是现金，还是纪念品，还是衣物？没有错，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很辛苦争来的，当然会舍不得。其实我要大家来想象说，你家有一天失火的时候，你会想要抢救什么东西？无非就是要你思考，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些财物吗？还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所以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先从一般人对生命的看法来说，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圣经怎么讲。我要说这个主题以前呢，我要邀请大家来做一个测试，但不是做那个试纸的测试了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PowerPoint 的画面里面，这边有5个选项，第一个是朋友，第二个是亲人，第3个是金钱，第4个是健康，第5个是权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啊，按照世人的眼光啊，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好像蛮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先去做选择，选择什么？请你先划去你认为最不重要的，最后选择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就按照次序来做选择，1、2、3、4、5，也许是1、3、2、4、5，还是什么？好，那请大家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自己在这当中就做一些选择，这样。我知道要大家来做这样的选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都太重要了，因为你这些东西很难去割舍。但是人活着，我们就是必须要去面对。到有一天你一定要去面对的时候，你会先把哪些都划去？就像这个我们面对残酷的火灾，我们必须要做出你的选择。我个人我会先划去权利，因为权利不代表你会拥有一切。我们常有知道有一句话叫“无权一身轻”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金钱。金钱乃是身外之物啊，你也不能买来一切。圣经讲得很清楚，其实你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何益处呢？那第3个我会划去健康。虽然我已经很老了，还是健康。健康也不会永久，每一个人都会有衰老病死的一天呐。你绝对不会像秦始皇一样，我要去找那个什么这个长生不老的药，他最后还是面对死亡。第4个是朋友，因为你的朋友，即便是你非常亲密的伙伴，可是有一天碰到一些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就是攻击你的人。那第4项，这是也是会改变。那最后第5项是亲人，只有亲人是什么？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亲人是什么？什么关系？是血脉关系呀，注定不会改变。所以最后的选择是什么？亲人。所以我的答案是5、3、4、1、2，这就是亲人。我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有没有跟我一样我相信大家都做出了选择，不管你的选择是如何这没有绝对的答案重要是你认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那我再用2个小小的故事来引导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举世闻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那么他在80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很好奇问他爸爸一个问题：爸爸，我请问你在你一生中一定有过很重要的事情，你觉得你做过什么是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他爸爸就回答说：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事情。不管是我现在在指挥
交响乐团，或者我播一颗橘子。我现在做的就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在这里为上帝传达信息，就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另外一个故事，有人问这个画家梵谷，他说：“在你的画里面画了很多嘛啊，他会说哪一张是你觉得是最好的一张啊？”他就说：“就是我现在正在画的这一张啊。”所以其实这两个故事提醒我们什么？无论你做过任何的善事，或是说你有丰功伟业，或过去就已经成为过去了，当下才是最重要。就诚如保罗说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就是什么？就是指当下，就是指现在啊。你是活在过去还是现在？这个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你愿意让神来丰盛你的生命吗？你愿意让神来寻获你吗？有一首泰雅族诗歌，我愿意跟大家来这里分享哈。那我用清唱的，哈，这里面等我唱，我再来解释这里面的意思。好。下一古色的树。야바우 두카얀 뉴사미 머라와 순난 급샤이 구세레수 야바우 두카얀 요사미 머라와 순난 야바오 토카얀 소베팔라히야 라마 비나바 사후이마무莫古拉，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才是我们生要追求的目标？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乡，在那里不再有忧愁，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罪恶的缠绕。那个地方是一个新天新地的居所，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圣经要告诉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那耶稣指引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在马可福音刚刚我们读的经文12章28到31节，在这里面记载一个文士来问耶稣啊。他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那耶稣直接告诉他说：“第一个要紧就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一个优先是什么？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我们一起讲。第二个是什么？爱人如己。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经文虽然很简单，我们也很熟悉，我们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个经文，我们有没有发现它是有优先次序的？耶稣指引的方向是什么？不是先爱自己，或是先爱别人，而是先爱上帝。你不爱上帝，你如何爱别人？所以这个次序是不可以颠倒的。好，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问题是我们如何爱上帝？我真的爱上帝吗？那怎样的爱才叫做爱上帝呢？其实爱上帝有很多种方式。问题是你必须知道上帝关心的是什么，你必须要知道上帝在乎的是什么，上帝怜悯的是什么。我分享一个我们玉山神学院一个学生，他毕业以后，他告诉我一个见证。他说，当他玉山神学院毕业，分发到某一个教会的时候，因为有一个长老常常怂恿
这个前任的牧师喝酒，所以导致没有见证。然后这个教会本来是100多个信徒啊，最后只剩下20几位。他去的时候只剩下20几位。那他去在做礼拜的时候，应该是10点开始做礼拜，其实奇怪，1个2个，20个还不到齐，到11点才开始做礼拜。后来这个传道觉得这样下去不得了，那因为这个长老马上告诉这个传道，他说：“你来这边一切都听我的。”这样。后来他看到这现象，他也跑去跟这个长老讲。我说，他就跟他说：“第一个，我们教会必须要有制度，我们10点做礼拜就要10点。还有第二个，不能你一个人来决定教会所有的事情。”这样，他讲完了。如果长老你不听我的，我马上走人。后来，他利用那一个月，骑他的摩托车到处到这个乡间野道找那些正在工作礼拜天的时候，一个一个把他们叫回来。后来信徒100多位全回来了。后来他们做礼拜将近1年以后，他们说要盖教会，后来他们存到150万，所以决定要建堂。那建堂预算800多万，后来是因为要支付这个厂商啊，所以每一个时期都有他的工程费，所以导致这个传道人他家里本身也有盖房子哈，然后就也要贷款，所以没有办法，因为教会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支付给传道人，因为这个经费那个厂商要时间到就必须要付厂商，导致没有办法如期付给这个传道人这样。所以这个传道人的家里后来就要被查封了。可是没有想到，有一次他到平地教会募款的时候，就有一位教会的弟兄，他是一位医生啊，他就拿了2个信封袋给这个传道。他传道这一封看了厚厚的，是给教会；另外一封是要给你的，这样，他就吓到，他说：“你怎么可以给我？这些都要奉献给教会的。”他说：“没有，是上帝要我给你的这样。”所以他就在那边一直在推辞当中。后来他勉为其难，就收下了这位医生的钱。后来这个医生呢，还陆陆续续帮助这传道人，减轻了他贷款的压力。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要告诉大家，以神为优先的人，神就会伸出援手。但是很多人是怎样？先爱自己，为什么？有一篇文章告诉我们，这是和人喜欢追求成就有关的。他说什么？他说：“我最害怕的不是一事无成，而是我在无关紧要的事上，就是所谓的功成名就。”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功成名就？譬如说，满足于权力地位的人，也就是要握有主导权的成就感。第二个就是喜欢得到人的赞美，那一种成就感。第三种，或者说我们有能力做许多别人做不到事的满足感。后来有一天，他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和生命没有关联。最后他惊觉到，不是那一回事，不是他想的这些事情这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虽然市面上有很多书啊，教导我们人生应该怎么样的该有如何的成就感，但是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哪一样的成就是最重要的。感谢上帝，今天的信息要教导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绝对不是功成名就，而是认识神，爱主你的上帝，还要爱人如己，就是我们要讲的第3点。那有一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情。这个好，我们把它全部放出来
好，这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如果你会唱，我们一起唱，我们清唱就好了。在一生中，来，我们可以拿麦克风一起唱来。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我要更认识你，更深地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认识神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呢？因为认识神的人会带给你有智慧、有能力、有勇气、有喜乐、有盼望。这绝对不是口号。我相信很多人在信主的过程里面，都深刻的体验生命的经历，就好像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的时候，他亲自遇见了复活的主。在那一天，保罗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他也重生了。那保罗才突然明白，过去他所追求的都是在浪费时间啊。所以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难怪保罗说了这件事情，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努力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功成名就，而是认识基督。保罗这种认识不单是在真理上的认识，更是在经历上认识上帝。就像个传道人，很会讲道，很会服侍。如果他是一种在用学术来服侍神，而不是经历生命，就像有一天卡尔巴斯他做梦，梦到上帝那边，他就跟上帝：“上帝啊，我是卡尔巴斯，你认识我吗？”上帝说：“我不认识你，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我为你写了那么多书，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我就是不认识你这样，因为你一直埋头苦干在研究我这样。”突然间，卡尔巴真的醒过来，他说：“你有好好的来认识我吗？你只是研究我，你有没有好好跟我有亲密的关系？有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有没有好好的跟我亲近的关系？”所以卡尔巴斯突然间就醒悟过来了。所以保罗他就是用生命来经历上帝，只有他才有所谓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再看看诗人大卫，他怎么经历神。他有这样的说法，他说什么？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了。所以保罗非常有学问，大卫是君王，非常有地位，但是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比不上认识了这位上帝。所以生命最重要的是耶稣指引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诫命中的第一个要紧，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准的上帝。其次就是所谓的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什么？我们必须要认清爱上帝与爱别人这两个诫命，在某个层面上，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是绑在一起的。耶稣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由此可见，你因爱神关系恢复了，
我们必须接下来要更进一步的具体的表现，就像神的心一样，爱那些所爱的人。所以保罗他就有这样的说法：如今长存的有信，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又说，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恩赐和才干，最至善的道路就是爱。最至善的道路就是爱。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即便你是世界上的首富，拥有极大荣华和权柄，或者说你有先知的讲道、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或者是你有傲人的专业和成就，都比不上爱人如己生命中最大的成就。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在基督里面永远就不需要证明自己，你都有优秀，你是都有尊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因为他在爱的给予中大有成就。最后结论来讲，各位弟兄姐妹，在爱的给予中大有成就。我分享几件事，透过弟兄姐妹，神给予帮助了玉神。在2005年，龙王台风横扫花东，也重创了我们的校舍。在这当中，海外的弟兄姐妹奉献给我们玉神，然后修建了这个男女宿舍所有的损害，还有男生宿舍也多年未见，这个破落不堪呢、跟猪圈没有两样呢，因为真的破落不堪。我当过总务长，我真上去看我都掉眼泪。最后得到3年教会全额补助800万，2006年底就落成。同样的女生宿舍，我第一天上任总务长，我去看那个他们的这个睡的床啊，还用胶带啦，因为那时候是那个铁架用栓的那种的，睡上去咦还会这样有响这样。我马上叫院长跟这个副院长上来，我说如果你的女儿送到玉山神学院，你看到这种环境，你会不会送来这样？后来我们就马上去外面来改善这里面的校舍，这样。所以最后这个也得到美国一位廖姓家族奉献，当时他奉献2100万，就一个家族，他说500万要修建女生宿舍，当时他跟我讲的。然后800万是给学生的奖学金，800万是给老师进修的费用，他这样分配这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除此以外，我们还有综合大楼，我们已经落成了，那这当中我们也花了好几亿元，都是来自海内外弟兄姐妹的奉献。还有我们每年逾30岁纪念主日学生的奖助学金，这些学生都是来自非常这个贫困的家庭。那有一个学生让我非常感动，我自己也每一个学期帮助他1万块。他说我家里兄弟姐妹都在各方面都非常不正常，他说救我正常，我来读玉山实验，我要救我的家人。他在口试的时候，我当场掉眼泪。他讲的不是只有我这几句而已，所以我愿意帮助这个同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真谢谢大家，就是帮助这些学生们，都是来自弟兄姐妹的奉献。所以感谢主。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在经历到神迹啊，因为学校并没有固定经费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不像那个马呢，上帝每一日都供应，但是我们却能够坚持到现在，已经迈入到76年。那是因为神透过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爱的给予，解决了这些需要。我们也曾经历到，因为经费不足，我们学校要面临关闭，但是我们坚持的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意向跟使命，所以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些难关啊。各位弟兄姐妹，你对玉神的关心与付出，那是因为你们爱这位上帝，因此爱你们也得着了祝福。这诚如保罗讲的所说的，在爱的给予中得到最大的成就。所以最后再一次谢谢大家对我们玉神的代祷跟奉献，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上帝，谢谢你告诉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
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爱主我们的上帝，并时时刻刻实践爱人如己的信仰表现。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请在座弟兄姐妹站起来。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的人，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无论是在高山或是低谷，你总是陪伴着我们。你的话教导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让我们知道信靠你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福气。谢谢主，你陪伴我们走过现在我们的困境，或者是正在陪伴我们走在这样的一个道路。谢谢主，你知道我们的艰困，你知道我们的无奈，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总是陪伴，你总是扶持，你总是在我们最缺乏的时候供应足够有余。
谢谢主，你知道玉山神学院在培养这些原住民弟兄姐妹，能够让他们在原住民的教会能够牧养祝福。主透过你的恩典，让他们经历了许多这一些的祝福，也透过弟兄姐妹从爱心信心里面的奉献来支持这个学院。愿你施恩赐福，让他们因着弟兄姐妹的爱，享受在主你的供应里面。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死亡权势的权柄，赐给弟兄姐妹，让他们靠主能够胜过生命当中的困境。天父上帝，继续用你的慈爱，好像盾牌一样，四面保护看顾，让我们出入平安。主圣灵，愿你的同在使我们渴慕神的话，也知道神的真理能够释放我们得着自由，也知道真理必使我们活在主的丰富里面，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的礼拜就到这边，我们默祷。